開發售。4年一度嘅美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而奧巴馬成功連任。究竟喺未來4年，奧巴馬會帶領美國人行一條乜嘢嘅路呢？究竟係原地踏步啊，定係喺政策上迫於無奈要作出一啲修改呢？今日請嚟兩位嘉賓同大家分析下嘅，分別咧就係時事評論人江如天啦，同埋經濟分析師楊宗耀嘅。兩位好。兩位好。咁首先我想問下 Anthony 先啦，咁啊喺即係外間都話喺未來4年咧，奧巴馬要面對4大挑戰。第一個大挑戰咧就迫在眉睫，就係叫做 fiscal cliff 財政懸崖。咁即係話小布殊年代嗰個減稅嘅政策咧喺年底就到期，出年咧就會自動啟動一個加稅同埋減政府福利嗰樣嘢。你覺得奧巴馬可唔可以解決呢個所謂嘅財政懸崖嘅問題？奧巴馬當然自己本身梗係想解決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亦都係好睇究竟佢同共和黨嗰方面咧，究竟大家合作嗰方面會唔會仲係繼續出現摩擦？因為除非奧巴馬有套方案，譬如話喺政府支出同埋嗰個稅收嗰方面咧，能夠同共和黨嗰方面係能夠可以互相可以即係大家係有個嘅揾到個共通點。如果唔係嘅話，會繼續摩擦落去嘅。咁當然啦，共和黨自己本身亦都唔想睇到呢個財政懸崖，令到美國經濟再進一步跌入嗰個一個係好難再挽救一個咁嘅局面咯。仲有另一個大嘅問題咧，就話出年嗰個即係債務上限咧，去到大概出年2月度啦，嗰個債務上限會到頂啊，去到個上限。咁而家個債務大概係16萬億美元咁樣嘅，好似係。你覺得真係出年嗰個債務上限會唔會真係到頂啊，導致美國破產啊？還其是佢真係可以同眾議院嗰度咧就做一個磋商，可以將個上限拉翻高少少啊？暫時叫緩兵之計，你覺得個成數可以解決到有幾多？其實好睇究竟佢同共和黨嗰方面咧，今次傾嗰個嘅財政懸崖嗰方面，即係大家傾成點樣？其實係呢2個月好關鍵嘅呢個情況，係完全係決定到未來跟住嗰1年裏邊，究竟嗰個美國個政策嗰方面會唔會仲係繼續係咁樣拖住？呢樣嘢都唔係好事。其實嗰個嘅美國債務已經係好嚴峻㗎啦。咁如果佢繼續大家雙方面咁繼續去摩擦落去嘅話咧，就會有咁嘅問題。不過咁樣，奧巴馬過往嗰4年咧，已經同共和黨啲交手咗咁耐啦，佢已經係會或多或少建立咗少少自己嘅一個咁嘅名望喺度，同共和黨人方面大家已經係有個基本嘅磨合喺度，希望進一步可以做得更加好咯。嗱咁我想問阿 David 啦，咁即係剛才都提到啦，佢好多政策都要通過兩院，尤其是係眾議院，而家眾議院就係共和黨控制緊，仲係咁個問題就係話，奧巴馬你覺得佢自從推完呢個健保法之後咧，似乎眾議院好似唔係好多點理佢，因為佢係夾硬通過呢個健保法。咁但係你覺得喺未來嗰4年咧，同眾議院嘅合作，你覺得個成數有幾高咧？真係可以我相信咧合作咧實合作到嘅。點解咧？因為喺美國歷史上入邊咧，好多時都係兩院咧係唔同呢個執政黨係唔同嘅嚇。呢個唔係第一次嘅。咁佢哋已經係有晒經驗，喺摩擦之中大家揾到共通點向前行嘅。咁當然啦，如果美國總統係民主黨嘅，佢當然係會較為喺經濟上係左傾少少，係福利主義啲，等於而家嘅奧巴馬一樣啦。但係即係當初喺4年前咧，即係奧巴馬亦都宣稱自己可以係溝通兩黨嘅人。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喺年中嗰時咧，夾硬要通過嗰個健保法。嗱呢個健保法係令到兩黨，尤其是眾議院嗰個即係共和黨，尤其是茶黨嗰班人咧，而家唔係點樣睇佢台戲㗎啦，已經係。咁你覺得佢未來嗰2年咧，係咪真係可以咁和衷合作咧？嗱，和衷合作睇你點樣睇嘅啫。我相信好多大件事嘅事咧，係會照舊會通過嘅，只係會修補下啦。咁因為始終嘅執政黨咧仍然係民主黨啊嘛。例如佢仍然係繼續係 QE 幾啊，一路咁落去，直至到經濟係過渡到為止啦。嗱咁啊，即係剛才你都提到 QE 即係個問題啦，我想問翻阿 Anthony 啦。嗱，佢喺呢4年裏邊咧，已經係推出咗3次 QE 啦，QE 3啦。你覺得即係除咗 QE 之外咧，似乎好似佢冇乜辦法去再令到呢個經濟復甦，淨係識得印銀紙同埋發行呢個債券嚇。咁但係佢而家個國內嗰個失業率咧，仲係7.9%咁高。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仍然可以當選。你覺得將來佢可以解決國內嗰個經濟問題嗰個方向，佢仲會有啲咩板斧，即係會有啲咩方法咧？你其實奧巴馬之所以即係繼續可以連任落去啦，咁當然就係或多或少反映咗民眾對佢都仲有少少期望，對佢過往嗰4年嗰個嘅嗰個位績係有一定嘅肯定喺度嘅。咁當然另外一方面亦都係對共和黨嗰方面嘅信心唔係好夠啦。唔知道驚到時羅姆尼選出咗之後咧，又唔知道邊度又揦着火頭啊咁樣。咁所以就今次奧巴馬佢其實佢連任咗之後，佢起碼會有個冇咁包袱喺度，可以繼續做落去。
當然啦，佢連任咗之後，而家代表白蘭克亦都可以繼續做落去。咁白蘭克係一個佢係即係對印銀紙呢方面咧，佢係幾乎係已經去到一個嘅係佢係一個信仰嚟嘅啦。咁所以佢個 QE4、QE5落去嘅話咧，係唔係冇可能嘅，係會繼續落去嘅。但係你覺得係有用咩？一路咁再印銀紙落去，佢會令到個通脹一路咁加高嘅問題係。冇錯，其實佢一路咁印落去嘅話咧，其實就美國不嬲係將自己嘅問題都係會帶俾其他國家嘅。咁啊就印銀紙落去嘅話，冇錯無疑係會將個資產同埋嗰個嘅金融嗰方面咧嘅產品咧係會嗰個嘅價值係會提高。咁但係喺嗰啲嘅基本嘅嗰啲嘅農作業啊，或者一啲嘅嗰個嘅成分類嗰啲嘅產品咧，其實嗰啲嘅價格亦都會相對嚟講係會飆升咗嘅。咁所以就變咗就係人民嚟講係會係辛苦咯，錢越嚟越值錢，但係資產會上升。咁所以就話變咗就係到時人會即係啲人會對錢嗰個嘅價值觀同埋對嗰個資產或者個價值觀要開始會轉變啦，或者可能投資嗰方面就會興盛。嗱咁啊，即係睇翻同本國嘅關係啦。咁而家即係奧巴馬上台之後咧，第一個關係就係即係都好留意就係話嗰個 Keystone 輸油管計劃。奧巴馬再做4年，佢究竟會唔會再重提翻呢件事咧？即係我又想問一問兩位嘅意見，或者阿 David 講下先。嗱，我覺得咧 Keystone 咧係應該又會向前行嘅。點解咧？因為美國嚟講咧，佢始終奧巴馬已經講咗啦，佢需要一個穩定嘅石油嘅入口啊嘛。咁如果穩定石油入口，最穩定就係由加拿大去㗎啦，好過喺中東或者其他地方運油過去㗎啦。咁所以有咁穩定嘅石油輸入咧，佢係好難話唔通過嘅。之前係點解會因為政治原因係暫時擱置咧？咁當然係會有商有量嘅。我相信 Keystone 咧係會向前行，即係會成事嘅。Anthony， 咁你又點睇？我都好贊成 David 所講，因為奧巴馬喺嗰個嘅競選佢宣言裏邊，其中一部分就講到就話我哋美國唔想再依賴國外嘅石油我哋要靠我哋自己。咁同埋就話想增加個就業啦，增加個經濟。咁所以 Keystone 佢一定會重提翻。問題係等幾時嘅啫？我諗相信喺大概出年嘅下半年咧，佢就會重提呢樣嘢。嗱咁另外即係去另外個大挑戰咧，就係即係同國際嗰個關係，尤其是我哋華人關心嘅中美關係。嗱咁啊，尋日剛剛就18大就開始啦。咁啊嚟緊咧嗰個新嘅主席咧就係習近平對奧巴馬。你覺得呢兩個人之下嘅中美關係將會喺未來4年點樣走咧？或者 David 講講。嗱，我相信咧同之前一樣啦。有時有好多幕後嘅做咗嘅手腳咧，大家係睇唔到嘅。就等於希拉克喺今年年頭就去訪問緬甸。緬甸係一個極權同埋封閉嘅國家㗎嘛，一路咧你就唔覺得喺報章上，你唔知道原來美國同緬甸咧已經係幕後有溝通嘅。去到希拉里一去訪問啦，大家知道原來美國喺幕後做咗好多手腳啦。咁至到而家今個月尾，奧巴馬亦都會去緬甸訪問啦。咁即係話佢哋係想重返亞洲，亦都希望喺每一個角落咧都會有佢嘅影響力喺度嘅。咁而亞洲咧係以前佢哋有好大影響力，而家影響力細咗，所以佢哋想重新翻去係完全係應該嘅事嚟嘅。咁喺經濟方面咧，中美貿易經濟方面，你即係覺得喺未來4年咧，你覺得嗰個貿易嗰個逆差會唔會減少啲，定係會點樣？其實奧巴馬當選咧，就當然就喺從一個中美貿易嚟講咧，係好過羅姆尼當選嘅，因為羅姆尼當選嘅話就佢講過話會馬上將中國定性為一個嘅匯率操控嘅國家，咁啊當然會進一步引發咗同美國同中國之間大家嗰個摩擦會增加咗嘅。咁奧巴馬嗰方面亦都唔係話咁順攤嘅，不過就奧巴馬會採取一個行鋼線嘅方式就係話我一邊我就會掣肘住你中國，而另一方面就話會同你中國合作。咁啊呢方面咧就奧巴馬仍然會維持翻佢自己嘅過往個做法，咁繼續落去。咁啊中美貿易會喺呢個咁嘅行鋼線式咁情況底下咧，一路咁發展落去嘅。另外我就想講個中東嘅問題，我諗都即係都好多人關心。奧巴馬喺即係之前嗰4年咧，都俾人詬病話佢喺外交上比較軟弱，尤其是對伊朗嗰個核問題咧，佢係比較軟弱，同埋佢喺同以色列納塔爾汗嗰個關係唔係咁好啦。你覺得喺未來4年呢個情況係咪都係差唔多啊？嗱，應該差唔多啊！你話軟弱，其實亦都唔係嘅。好似伊朗話要封鎖個霍茲木海峽嘅時候咧，咁美國立即派航空母艦去啦，話嗰度唔可以封鎖嘅。咁所以你覺得佢係軟弱，但係其實咧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咧，佢係同以前所有美國總統都係一樣嘅，因為嗰個係美國嘅利益，係全世界資本主義嘅利益嚟㗎嘛。嗱咁啊，最後咧即係好快講啦。你覺得即係奧巴馬其實喺歷任總統嚟講
講，佢算一個比較左傾嘅總統，佢行緊一個叫社會福利主義政策。你覺得佢再做多4年咧，從此會唔會將美國帶上一條比較所謂自由主義傾向嘅路線咧？嗱，我相信佢又會啦，因為睇佢嘅人嚟講咧，而做到民主黨一路想做嘅事就係全民保健啊嘛，而呢個係相當社會主義嘅，我相信佢會繼續左傾落去啦。Anthony 又點睇咧？即係你覺得會唔會行一個比較左傾嘅經濟路線？我都覺得會嘅，因為民主黨佢本身係佢提議係加稅咁嘅做法，佢做法都係會同以前克林頓做法一樣，但係以前克林頓好彩嗰時有個人電腦嗰個一路咁發展落去，咁所以變咗就係佢有好多稅收俾美國政府。但係奧巴馬咁繼續落去嘅話，其實會有個嘅危機喺度嘅，因為佢係會將美國會推向咗一個嘅社會福利主義咁嘅制度嘅話咧，係令到美國經濟會係好難再起翻身嘅。好，明白晒啊嘛，好啦，咁今日唔該晒兩位嘉賓嘅分析嘅嚇。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會。Wheeler Subaru 之傳媒對焦係由以下商戶贊助播出。